二位，讲台语，黑爸爸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文队。台文科系旧文化，乡土语言传世家。公司节目真人看，就是一定第一名。来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我们的爱家。哎呀哎呀，摕冠军得金牌，公园上阵来，嘿！一定要公平正义哦。来，这位九女台，请。来这里哦。豆豆行，豆豆行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。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。好，来。人家己报名来的哦，嘿，拢是真爱讲台语的少年囡仔。哎呦，无嘿，简单，来，咱的队长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洪奇，甲美术姐介绍者。其实我的队员吼，唔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嘛唔是我的亲情，其实吼是我比赛时阵熟悉。哦，是本来伫咧中央大学伫比闽南语的比赛，本来拢是对手，我想讲无一定爱做对手，做朋友嘛嘛是会当，对，所以就小招因来参加全家有智慧的节目。是好，真欢迎，真欢迎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请队友自我介绍哦，吼，来第二位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如，我是中教台台语系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铁贵，我是中教台教育系学生。虽然我是教育系，不过我真爱讲台语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晶，我嘛是中教台台语系学生。咦，拢台语系呢，真厉害。是啊，即马就是因为比赛才变做好朋友安尼啦。无简单。是，无唔对，啊，恁家己报名的吗？嘿，我是做队长，就由我来做报名，就找因来做我的队员。嘿，我这边我先来甲因叫车啦，嘿。你看我袂讲走啊，我请伊来老卡蛋呐。对，伊谈到讲，别，这因谈到咧海头啊，咱真厉害哈！来，免惊，欢迎咱水个厉害队长艾雅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艾雅，我今仔日带人拢足够的，所以我讲到这都差不多啊。而且艾雅是第一道来呢。第一道。是因为唔敢来，是因为是讲家己袂晓讲台语吗？我袂晓讲，也毋过我感觉我讲甲袂歹。我感觉伊讲甲袂歹。我会讲来遮就是爱有自信讲台语就好啊。伊真正讲甲袂歹，伊咱这个自细汉毋是台语的迄环境大，我爸爸妈妈拢袂晓讲，对啊，我听无，对啊，所以我是看电视的，所以我感觉我袂歹啊。我讲嫁互一个台南的。哦，台南金母哦，是，来介绍一下好无？这是阮翁啦。哎呦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自我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曼，我是爱牙的翁婿。虽然讲我是台南人，但是我台语足歹。我感觉恁某比你较厉害。是，阮全家拢讲安尼，伊比我较高。对。登去台南，阿伯阿姆甲我讲，我就我看伊讲啥。唔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咪钟，我常常来哦，会记得我无？会记。伊嘛是一个真好的迄个示范，安怎讲？学习语言的精神者，无唔对，嫁互泰国人，要甲泰国话学啊食。对。今仔日我搁找我的泰国猪来啦。哎呦，厉害！顶抓已经捌出过对无？顶抓出过是迄落食的还是啥？顶头无出啦，即届吼是要教大家讲吼，来去泰国的时阵啊，你就要带一寡，你要找一寡资料，啊要去泰国耍对无？啊，迄路线免哪排，即本册拢甲你教好好啊。哎呦，唔免找资料，你来咧背开，啊要来行去泰国耍安尼就好啊。谢谢阿咪讲。嘿，车爱大杯哦，好，欢迎你哦。萨瓦迪卡。好，来，搁啥来去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夏祖文。是欢迎你呢。欢迎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马上欢迎单鸿辉单老师。做伙讲台语，心色搁欢喜。讲台语
以哦，确实有影真心实，是啦啊嘛会真欢喜，因为咱讲了唔对的时阵，大家笑甲足欢喜安尼，对啊，毋过人讲的，咱就知讲哦，原来是安尼讲的吼。哪讲哪好？而且哦，阮哦从进前咱无100万，无进前拢无。到尾啊100万了，真侪人来报名参加，啊，毋过要摕到这100万伫遮。嘿，吼，无简单。来，恁看者，现金100万在厝啊！嘿啊，哎呦，啊，毋过毋是讲安尼开就通啊摕啊，是爱拼3关啦。是，甲报告者，咱这回合，咱这季啦吼，啊，拢总3回合，今仔日是初赛，咱今日咯，嘿，啊，今日若赢初赛有初赛奖金哦，啊，就进入复赛，复赛有复赛奖金，若个赢就是决赛，上尾得到咱的总冠军100万呐！好来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是安怎调查咧？好，比如讲一个新书出来，自拍棒台语安怎讲？自翕棒，自翕棍啊，自翕机。自翕机，自翕機啦，我音无準自翕機，哦，無一定嘛，是無一定，新數就是安尼，所以咱來調查，咱即馬調查出來這數吼，攏是正確的，是，攏是有人講的，倒一個較濟人伫講哦，啊，阮兩個答案攏是對的哦，吼，好來分數哪算？咱即回攏中3題，若攏對，上濟得到6000塊，哦，6000塊，當然嘛先講6000塊提起來哦，好，來我要出題哦，老師，咱請出題。請問訂書機台語倒一個較濟人講，上濟人講？哦，訂書機哦，吼，我這邊是訂冊機，哎呦，直接甲翻過去就好啊。主就是冊，嘿，主就是冊，啊嘛通啊訂書機啦。哦，因為每一個人讀冊甲讀書是無共的。口音無共嘅。嘿，口音，啊，毋過我是訂冊機、訂書機，攏會當哦，吼。是啊，那你邊咧？我會講的是訂紙機。哦，你的嘛無唔對啊，是訂一紙。因為吼，除了訂迄個冊以外，你有可能1張2張你嘛是愛訂啊。嘛是愛訂。你開會摕入去嘛是攏3、5張啊就愛訂起來。是。所以我叫做訂紙機。倒一個是較濟人在講哦，是我的訂冊機，還是我的訂紙機咧？來，2隊咱請選擇。必須阿雄演一遍。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到是订紙機，較濟人講少年人，因為即擺少年人無共，甲咱這年代是無共。來問一個少年的，來，我感覺吼訂紙機吼，可能較濟人講，因為伊訂的無一定是冊，冊較厚，吼啊紙較薄，吼，所以伊即擺現代人上面攏會個紙嘛，攏當摕來訂，對無？所以我感覺講訂紙機吼，可能較接實用。是，好來，換咱這邊，哎呀，我本來嘛是少年的啦，我本來是要選訂冊機，對，因為我自細漢聽的，敢若是訂冊機，對，但是阮某講訂紙機，哎呀，聽某最高好貴，對，那時代是，我無可以考慮的時間，我就試了。好，來，咱這邊阿咪講，這個訂書機吼，就是講，因為這個厝自較早就有啊，啊訂紙機是較後來。後來，較後來有人咧，較生，啊，你會感覺嘅？我感覺就是冊嘛是有薄的，嘛是有厚的，所以薄薄的嘛是冊啊。對，訂冊機。好，到底是安怎念咧？較濟人在念咧。好，來，老師，咱正確的答案是？正確的答案是米秀的訂冊機。啊，毋過吼，這嘛介趣味，就是講，咱用初想的是講，伊是咧訂紙的，無毋對啦吼。毋過嘛有人摕來，毋是訂紙的物件，嘛是會當訂，嘿，比如講訂啥物布料的物件，還是啥物會當訂的落，就會當摕來訂，無一定講愛訂紙的物件。我捌訂過迄個褲。對啊，布料也是啥物，嘿，訂的落就會當訂就對啦吼。啊，另外一個是講，可能這個意思到底伊這個訂冊機的意思是啥物咧吼？應該是講
订起来，敢若册一本安尼啦，无一定讲是订册这种物件安尼啦。是个定定的变成册，敢若一本啥物物件安尼嘿，所以嘛会当对这个来思考。当然，咱嘛会当讲，较侪人选这个订册机，有可能是因为迄个汉字伊就写订书机啊，所以就较侪人用订书机、订册机这个讲法，嘛是有可能是因为安尼形成。不过差不多有6成5拢是选这个订册机安尼。好，来，咱第2题啊哦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奶酪的台语上侪人讲倒一种？哦，奶酪哦，比如这边是牛奶菜宴，嘿，奶就是牛奶嘛，是，哦，啊，那菜宴大家捌食过无捌？菜宴就甲澳油共款，哦澳油咱洗，咱就通啊，甲摕冰，咱就通啊结冻。啊，菜宴其实嘛，甲滚滚的，伊嘛是会结冻。是，啊，那简单就是牛奶菜宴。哦，阿姊讲的是伊的做法啦，是我的做法。讲的是伊的外形，叫做牛奶冻。牛奶冻。譬如讲咱卤一卡卤肉有无？哦，甲卤起来。啊，卤肉食你摕去冰，等你搁摕出来，伊是毋就结冻啊？伊这就是牛奶用办法去做会变成结冻安尼，会存，啊，甘要喙有当时还佫会油去，就是一种冻。无定就是我的牛奶菜宴，较侪人讲哦。反正是我的牛奶冻，较侪人爱哦。哦，多侪是较侪人讲的啦。来2题咱请选题哦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金啊，金呢？来。阮感觉是菜宴，因为伊甲人咧讲的布丁就是要料啊共款，所以就换看卖。像之前去咱埔嘛有食冬瓜菜宴，就是冬瓜冻，咱嘛是合做冬瓜菜宴，所以我感觉奶酪嘛是爱合做菜宴。咱的这边的营养师咧，因为阮想讲吼，对迄个字来看吼，就是迄菜宴加起来迄个口感吼，较脆。啊，若迄冻吼，像迄讲迄熊哥讲的迄个比较冻哇，嫩 Q 安尼，啊，甲较共迄个奶酪的口感较共啊。哦，因讲的是口感，这嘛是一个考虑的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到底是牛奶菜宴，还是我的牛奶冻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牛奶冻。恭喜哦！来，拢有分数。来，啊，毋过呢，我嘛是爱替菜宴讲话啦吼，因为我嘛是算较有会吼，啊，所以感觉讲菜宴特别留心吼，这个足可惜。其实这个菜宴这个事嘛，应该爱留落来，啊，只是讲应该加这个物件，有可能是无啥共款，所以就较侪人袂选菜宴。啊，但是无选的意思，敢是讲这个事嘛，足侪人袂晓，所以就无选，还是啥我唔知影。但是就是讲，虽然讲牛奶冻的有7成吼，不过若是有主张牛奶菜宴的吼，这边是有主张牛奶菜宴的，你就伫你会当讲的时阵，加讲这个牛奶菜宴，无定定后摆这个统计时阵，这数字反射就无共款哦吼。是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来，上尾一题啊！加油哦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牛市台语上侪人安怎讲？哦，牛市哦，最近的噗噗的，哎呦！我感觉吼，牛就是冲嘛，牛会冲嘛吼。是。我感觉是看到牛，你会感觉足强的。哦。嘿，听到人就讲牛啊，牛足强的哦，足强的就是强气。哦，牛是强气。嘿，足强的。是。来，阿你。阿雄，我这边呢想要讲的是，赶快。牛市就代表伊即马长咧热，长咧清，所以讲的是热市、热噗噗的一个市场啦。好，来，咱2队啊，请选题哦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这无好算哦。风险分开都，风险袂当分开哦。哎呀，袂歹。来，甲阮讲一下。阿伟，阮经强市感觉是市场当咧起步要强起来啊，要冲起来啊，要冲起来，所以阮感觉是强市。好，那咱这边的哎呀，因为我感觉这是股市，股市就是真侪人在内面在参加，所以咧，闹热啦，在强的时阵伊就是闹热，大家拢会去买。啊，去买时都足热，对，足热情的，热情的，对，英文哦，OK，yeah，是加高水，
等咧迄度啦，就热的啦，对不？对对对对，哎，伊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呢。热噗噗啊！嘿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咱来看一健凯的答案是，老师，健凯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日期。哇！侪人入去这个市场，啊，然后足积极咧交易，吼，啊，交易甲做家业，安尼足热的热噗噗，吼，主要是可能这种观念吼，较侪人选择啦，嘿，所以有60声半的左右的这个来选这个日期，这个吼，啊，我想强当然有伊的道理啦，啊，不过可能迄个咧讲牛市这个物件吼，有较注重伫迄个足积极的噗噗交易这个物件，嘿，足侪人投入安尼会热，嘿嘿嘿。哎，你若想要讲啥话，其实拢真正人通来甲阮讲甲阮留言吼。好，来，咱就要看两队的分数，来看阮队，今毛2000，咱爱队咧，哦4000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二位啊 ，AI 4公斤。4公斤，带你看过去。嘿，等下要带恁去看过去，就是一张相片，伊会震动啊。譬如讲古早的庙会啦，庙会古早踅街啦、拍车啊，还是什么特别的所在，譬如讲总统府啦、公庙局的，互恁看古早迄个时阵，什么所在、什么建筑、什么活动，哦，所以要注意看，是因为答案拢伫内面哦。好，来，咱分数哪算？咱拢总有4题，每一题人拢会使回答，上济就是一题3000，上济还摕到12000块。加油每加油！一人拢有3000哦，即摆要开始啊！好，慢听我紧讲，请唱在咱才会当吹哦。好，来上个咱先提示。好，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看的是古早时代，现出时嘛是啦，就是做兵进前爱做的代志。嘿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你看我看你嘛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明显了。这查甫囡仔拢应该吼，拢会知影是啥物货啦吼。带恁来看的就是古早时啊，查甫人要做兵进前，拢爱烫衫，而且吼爱排队就去做伊各种的这种检查。啊，你敢知影这过程大意号做啥物？哦，台语哦，叫做啥物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。哦。水啦！我唔确定呢，不要紧，你念看是卖。唔是体感？差不多啊。嘿。体检。第二个字对啊。第二个音号。体胶。唔是胶，嘛唔是干，搁想一个。检查就是体检。啊？检查。检，体检，嘿对，老师听，体检。冇去，啊，叫你得了3000咯。咱这是迄个相片，应该是差不多50年代迄个时阵诶，花莲迄边吼诶，迄个做兵进前诶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以上体检，就是爱安尼台语，就是爱敢讲就对啊，对啦，吼，敢讲咱就赢，冇错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后手还有3位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哦，卖个甲因讲，因等下讲落去，等于就拢无呀，空白啊。好，来哦，要提示哦，来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来要带恁来看的这个所在是1895年所创立的病院。病院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！哎呦，看到这纸路就知啊，以早叫做大日本台湾病院，啊，伊即马吼同款拢无变。你敢知影即马这间病院叫什么名？哦冲起来，冲起来啊！哎呦，咁要飞起来。精神大日本台湾病院，这间病院嘛叫什么名咧？刷来要带恁来看的这个所在是1895年所创立的病院。病院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
哎呦，看到这抓路就知啊。哇，拢无变，完全拢无变，拢无变吼，完全无变。是，有哦，真侪人遐，即马真侪人。逐工比赛车较热闹。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带恁来佚佗的这个所在吼，以早或者大日本台湾病院，啊，伊即马吼同款拢无变，嘛是咱台湾医学教育的起点。你敢知影即马这间病院叫什么名？来，听我好哦，这间病院你会记哦，吼，手较紧的哦，叫什么名？请手答。哦哟，哦，冲起来，冲起来，哎呦，咁要飞起来，嘿嘿，来。即马应该嘛是甲叫做台大病院，台大医院。台大病院。嘿，四字有够啊吼。嘿，是好，来大声甲老师讲你的答案，你的答案是台大病院。台大病院。来分数，今日得了3分咯。咱一般人咧讲病院的名啦吼，应该照讲是，若讲4字，因为大部分拢4字吼，4字来讲应该是爱连起来讲。啊，毋过煞变做即马听到两种讲法拢有，就是讲迄个台第二字有变调还是无变调吼。啊，当然咱若台语迄就知影，若是变调就是台大病院啦吼。哦啊，咱知影这是咱会使相当讲起点，就是因为这个历史上久嘛吼。啊，毋过伊古早毋是伫即马这个所在呢，咱即马这个所在有无？什么中山南路尚德街吼？其实伊早是伫个较瓦大条埕，是。即马台北市的西联北路遐有一个海报，迄附近遐。我知影。本来伊早是伫遐。遐有一个马来亚餐厅对吧？即马咧讲病院。我知我讲迄个所在啦。是啊，所以就是讲迄个本来是伫迄搭，啊是落尾才有即个机会个，所以附近的厝了，啊落尾个刷，才刷来即马即个所在，嘿，是咱台湾医学教育算做一个起头上重要的所在。来，不要紧，咱后续讲两位哦。加油哦！免惊吼。好来，咱今年换人。好来，上回咱请的是刷来要带恁来看是日本时代伫咧花莲的商业街。哦，花莲哦，来，咱先看遐边。哇，真水呢！哇，有够古早的，哇，哦，真正古早呢，哇，哦，古早。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咱头拄看到佚佗的所在，就是日本时代花莲的乌金通。就亲像咱台北的交通同款，即马吼，伊是变成一个足有名的夜市啊！你敢知影叫什么名？哦，日本时代乌金通，即马是一个夜市啊，佮足有名的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阿伟，我感觉是东大门夜市啊。东大门是东大门，就是伫迄落啊，嘛是海边啊遐。海边啊遐的。今年佮办演唱会。哦，是，所以你的答案。东大门夜市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东大门对唔对？对。嘿，这是乌金通这个名，当然是日本时代日本人号的，迄当阵用日语的汉字去号的啦。甲迄个咱咧讲的乌金其实无关系啦。无关系啊。嘿，毋过有的人是讲啥哪会号这个名，有的是讲。落尾有铺打马甲，迄个打马甲的上人感觉，若日头晒落，敢若乌啊，佮金安尼，有人安尼解说，但是无一定是确实啦，吼，是安尼传说。啊嘛有人讲是因为遐足侪店啊，足侪就是讲伫迄个时代虽然是遐尼古早，毋过足家野，嘿啊，所以就是敢若讲钱啦，啥物拢伫遐吼，安尼真闹热的一个家野的所在，所以这是名的问题啦，吼啊，当然落尾就是经过即个，因为迄是古早的旧火车头，迄个所在。啊，毋过落尾当然火车头都毋是伫遐了，嘿啊，即摆是中山路啦，吼，花莲的中山路，对啊，就是上有名就是即个夜市啊。哦，后壁是有压力啊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呀哦！加油哦！无要看泰国哦。好，来啊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
是刷落来吼，要恁看的是庆白烟的古早火车。哦，古早火车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古早。我真正有这种迄落啊看过。啊，我细汉的时阵。啊，我拢毋捌看过呢。我敢若有去外国看过，这种庆烟呢，哇！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咱头先佚佗的是咧铁基路边，看到的吼就是庆白烟行咧铁基路的交通工具。你敢知影这台叫什么名？交通工具这台叫什么名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查某人更较凶安尼哦。你冲出去啊！冲出去啊！哎呦，是。好，来，有答嘛？阿金是嘛？对，阿金。对，阿金。来，这个答案是蒸汽火车。哪位？蒸汽火车。蒸汽火车。对。是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你要大声念，让老师听。来，来，老师，伊的答案是蒸汽火车。好，对。这是啥的？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3分咯。哦，这有人讲蒸汽火车，吼，就是伊个庆白烟迄个物件，有人讲蒸汽嘛，吼，啊，但是嘛有另外一个名，吼，有人讲叫火焚车。哦，嘛是共款，迄庆迄，敢若就是火烟火吼，啊，就会有迄产生的烟有无？嘿，所以嘛有人叫火焚车，吼，啊，两个名拢有人讲啦。啊，这是差不多，即1968年伫咧迄个花莲凤林吼，有一个林营，即个火车头。啊是，当然迄是落尾个改名啦吼，林营。啊，林营是因为当地是林营里啦，迄个里的名吼。啊，毋过落尾旧站已经废站吼，啊，搁较2010几年的时，就是有迄个民间吼企业吼，就是捐钱捐土地吼去做新的站，所以落尾是林营新公车头，啊，就是新公吼林营新公安尼嘿，所以落尾搁改名安尼嘿，啊，拄仔看是68年迄当阵即个光景，吼啊，迄是迄个载甘蔗即个等于讲载货载甘蔗即个火车要等载人客的火车。过吼，啊伊才搁过安尼，嘿啊，所以就是对，好，以上来看分数好不？是，好，来看阮文甲，即马有11000，啊，那阮爱甲咧，爱甲即马有7000。哦，好，今仔日第3回合2家来拼台，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问号中间的问号到底是啥嘞？是啊，来问号吼，代表的就是奖金啦。奖金少的吼3000、1000，啊那济就是12000、15000哦，到15000，是加油哦。啊，8提示咧，色鸡、王、鱼、加落水、台湾玉、鲤鱼潭、机场、富山岛。来，咱有2个机会，一个机会就是通啊救人，好啊。第2点啊，就是讲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来选，先甲15000甲选起来哦。好，咱即马看就是咱好，咱今日甲15000摕起来啦。15000看起来看你15000你倒位啦，选一个。你选食的。你选食的，食客啦，食客，因为我爱食食客。好，来食客哦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个，食客的奖金有偌济？袂歹，咱豆豆啊，来差距哦。 3000就差不多啊嘞，就差这1000尔，对不？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台湾是种色客上多的所在，你敢知影这种果子会号做色客，是因为伊的原产地还是外形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原产地还是外形？我感觉是外形。你感觉是外形？嘿，对，因为外形就是色客的头啊，色客模拟猴，模拟猴，嘿，不是模拟猴，讲高所以是外形。是外形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外形对唔对？可以哦！来，分数加起来。恭
克模拟粉吼的头的形啦吼，啊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是这个生活型，所以叫色克。所以另外一面就是有的人感觉讲安尼对粉不敬，吼，所以有部分的人就会感觉讲莫叫色克。所以这有另外一个名，虽然较少人讲，毋过有人讲鸟来啊。鸟来啊，是因为伊鸟，就是讲伊毋是平筋骨的吼，安尼鸟，安尼一粒一粒鸟，安尼，嘿，所以嘛有人讲鸟来啊，啊，搁来色甲这嘛是有寡所在有无啥共款的讲法，虽然讲是对色甲模拟粉的头来吼，啊，毋过就是有的人色甲，啊，有的人色徛，啊，有的人色翘。哦，就是有一寡音变啦，吼，嘿，所以就是啊，当然可能较侪人讲也是色徛啦，吼。来，换你后面紧张，嘿，嘟嘟啊，大叮当啊！啊，无，唔通紧张，来，要选倒一个，看万五你倒位咧，一万你倒位咧，有感应无？有无？感应。你是基丹人，无你叫无鼓山岛。鼓山岛。哦哟，鼓山岛哦。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鼓山岛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哎，嘛袂歹，5000哦。赞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外海鼓山岛，伊的性别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也是母的。这困难，这5000，这够困难的。但是有50%的机会啊。啦，吼，是不是？3、2，来。哦，我感觉母的好啊。母的。啊，你确定？刚刚是母的啦，因为我知影吼，伊牛的尾吼，会为海影伊会生。对。对啊，即摆要判断是伊到底是公还是母的。哎，我嘛知影，即摆要判断是公的。哦，真困难呢，阿弥陀佛咯。超贵啊啦！不要紧，等下老师会甲你讲公啊是母的。哎，你选一个。会甲你讲你选一个。较勇敢的。公的。哦。好，来，公的对唔对？一般吼，这当然是咱人去看的角度啦，就是讲日本时代看迄个地图，会当看到讲，伊这个边仔有一寡敢若袂输牛卵安尼细粒的迄个小岛的，也是啥物款的大石，还是啥物货迄个安尼细粒的，啊，所以有人讲迄就是牛卵安尼啦，嘿，啊，所以就讲安尼这个鼓山岛是无的安尼啦，嘿，是用这地图安尼外形安尼看嘿。不要紧，咱个继续加油，惊一下咧，好，来继续选，哎呀。机场啊！你上老，你定定出国诶。机场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机场的奖金有偌济？机场有1万哦。加油哦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纬度上北边的机场是上山机场，还是桃园国际机场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哈是啥？哈。桃园啊，因为较起哩啊。哦好。我开车的时阵，北上是去遐。哦。阮去迄个高速公路，伫迄圆山去大饭店遐，要去桃园是北上啊。哦。厉害。对不？北上啊，大饭店甲松山机场差不多近。是。好。来，咱来看者桃园国际机场对唔对？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终于得到1万咯！这个位吼有灰甲位两个音啦。吼啊，所以有人讲纬度，有人讲纬度安尼，吼，嘿啊，就是讲咱这个所谓的桃园这边这个机场是北纬25.0811度，啊，松山机场差一丝丝25.0699度。哦，28.08跟28.06，照纬度是安尼嘿，啊，所以确实是甲咱的这个想象迄个方向。无啥迄个啊，因为咱台湾唔是南北向尔，咱有淡薄起。对，所以这个爱雅算真牛吼，就是佮这个感觉甲迄个吼方向，我是唔知你是有理解错误无？毋过，你都只安尼讲，可能大部分的人拢袂想安尼对吧？太特别了，要不15000也够有运气无？15000也够有。来哦。
你选台湾玉无？来，好，你跟我赶快。台湾玉，算了，选对位，台湾玉。好来，台湾玉叫奖金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厉害厉害！啊，这题我可能要吞 AI 开宝贝。好来，咱请出题哦。伫咧世界真著名的台湾玉，阮遐有台湾玉啊，嘛号做红电玉。啊，你敢知影出口量吼，伊捌是世界第1咯。啊，这台湾玉，伊主要的产地伫咧台湾倒一个县市？就10秒的时间，哦，真困难呢。救人哦！紧甲饲落去，紧甲饲落。救人万五，想到摇着想到花莲啊，对，想到花莲，想到花莲，乌控嘛，凤石头嘛，哦，凤石头盖输赢啦，哦，盖拼。世界出名的台湾玉，伊的产地伫倒一个县市咧？伫咧世界真著名的台湾玉，阮遐有台湾玉啊，嘛号做红电玉。啊，你敢知影出口量吼，伊捌是世界第1咯。啊，这台湾玉，伊主要的产地伫咧台湾倒一个县市？我来留10秒的时间，哦，真困难呢。救人哦！紧甲饲落去，紧甲饲落。救人万五。感觉应该是花莲。花莲，想到摇着想到花莲啊，对，想到花莲。我想到花莲，因为伊咧乌迄矿产，乌控嘛，凤石头嘛。花莲人哦，是凤石头。盖输赢啦，哦，盖拼。来哦，我讲的嘛，花莲阿莲嘛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花莲。好来，咱来看者花莲对唔对？咱这是红电玉吼，迄个所在吼叫红电玉，啊，搁有台湾碧玉的这种名啦吼。伫咧头1956年代，有人鉴定讲这玉啊品质真好，啊，怎啊变做伫头60年代到70年代，这是怎啊大量吼有做这玉啊相关的产品出来，嘿，啊，怎啊变做外销吼啊等等的世界的这个真认同这品质安尼吼，所以咱会当讲甲这玉啊叫台湾玉。好，以上。袂歹，万五摕到啊！厉害啊！了紧，够120啊！加油啊！哦，来算一下啊！好，我算啥？红哦，红哦，红都红。好来，咱来看下红的奖金有偌济？袂歹。加油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咱讲一个人吼是战王，啊，你敢知影？伊是咧讲伊真爱辩论，还是讲伊无爱清气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怎么念不太清楚？战王。正还是正？时间要到。到，真无爱清气，搁真爱辩论。辩论还是清气？无爱清气还是爱辩论？爱选一个。我感觉若是看字，会选辩论。啊，毋过无爱清气，伊嘛边仔嘛是一个清气的迄个。哦，迄个字。都辩论化。哦，好来，伊爱辩论，对唔对？来分数，叫伊得了7000咯。厉害！其实看汉字药嘛是真巧啦吼，无唔对啦，这就是真爱甲人辩，也是讲争论。吼，啊嘛有人讲，就是就爱甲人相争，也是讲就爱甲人争喙，吼，啊争甲争这是腔口差啦，吼，像阿雄的腔就讲小争，啊我这种腔也是迄个美秀的腔可能是小争，吼，对，小争小争，争王这拢 OK，吼，啊就是真爱甲人辩，真爱甲人论安尼吼，这就是这个争的意思。好来，咱继续哦，够刺激的，你看阿姊，不要差1000，哎呦。是上边个救起来啦！来，你要选多济？人爱喘气，我选鱼好啊。哦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鱼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，不要紧，咱搁个他去，互因热2000，是不是？起码得个变手啊！啊，得个变手啊！哦，够厉害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
互人伫咧讲是台北市的都市之戏，公园是倒一个公园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捌听过无？都市之戏，真重要一个公园。是台北的应该拢知。台北，来，大安，大安，全名。大安森林公园。公园啊，宜兰人公园，讲高知。你讲，佮讲一解。嘿，大家讲。大安。大安森林的代表要讲下啊，大安松林公园。来，大安松林公园，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恭喜哦，得到1000个白手咯！伫过去，伊要阁唔是公园的时代，到变做公园，其实嘛经过不遮久吼。啊，落尾就是因为伊占得要26公顷遐尼大吼，对，所以就是相当就是所谓的都市之戏，就是迄个时阵1994年以后，就是讲有这个公园开始安尼，开始有种树啊，去头起先嘛无遐侪树啊，嘿，啊慢慢啊种到即马安尼，当然是比以早更较好啦吼。就主要是要讲强调即个树林对咱的即个人的生活吼，即个好的空气即款提供即款的用途利用啦嘿，吼，大安新民公园，大安松林公园 ，OK 哈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公园讲公园，来换你哦。我介意鱼啊，看你要选哪一个？恁两个尴尬是倒一个？伊系啊，离鱼潭较俗啦，较俗，李段，鲤鱼潭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鲤鱼潭的奖金有偌济？足紧张的。哇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真侪鲤鱼潭，除了花莲的是上有名的好所在，伫咧苗栗的伊是水库，啊，搁有一个是伫咧南投的埔里，也是宜兰的三星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捌画救人未？我会使画救人哦。救人哦。较大声。救人哦。来啊！你过来呀！来呀！南投埔里。哦。南投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南投埔里对唔对？你可唔相信你？好，来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你了1,000块咯！对，这南投埔里这个其实嘛算真大，有到20届的吼。啊，主要是讲，因为有的虽然讲可能足侪鲤鱼潭，足侪共名，啊，毋过来讲，这个南投埔里这个是天然的，啊，而且足大片的安尼。吼，这是较宝贵的啦。啊，当然，嘛有足侪传说讲遐安怎神秘啊，有诶无诶安尼嘿。啊若毋捌去过，会使看卖吼。啊，当然就是花莲迄个上有名。啊，毋过其实南投埔里这个嘛，真值得去看卖。是。好，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剩最后一个啊，咱拢已经知影。加落水，加落水算落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加落水的奖金有偌济。好，高千嘛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垦丁国家公园这个景点加落水这个词吼，其实是对台语来，啊，伊原来吼是瀑布的意思，也是加来水的意思的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瀑布。哦。来。我毋捌想过咧。水是伊的名，伊的台语。啊，出来水好啊。啊？出来水，加来水。要加来水哦。嘿，应较相像。哦。应较相像。好。出来水。好。加来水。嘿，加来水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加来水对唔对？咱拄则头先有讲加漏水，就是原音啦，原音应该是加漏水，就是咧形容迄个敢若水墙对顶面安尼敢若加漏落来的水，迄种有人是讲用安尼来看啦，这个角度来号迄个名安尼，嘿啊，落尾咱即个改名，迄是搁较后壁的代志，变做即马讲。即个人字边两个土的啊，快乐的乐，即个加漏水，这是较落尾才改名的啦。嘿，原本是加漏水，
所以唔是加内水，是迄个咧形容迄个水墙。当然水墙是一个讲法，拄仔讲的瀑布，迄嘛是一个讲法，迄是文言音的讲法。水墙是较白话的讲法，加漏水嘛是一个白话的讲法，对。水墙嘛有人讲水墙车，就是几啊种讲法安尼，所以是瀑布即个啦，好，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看两队的分数，看阮文队27000，阮爱队咧39000。哇，好，今日咱来1秒，大家见。1秒，大家见。看大有俗语，是，等下就要互恁有俗语啊！大家面拢有菜色，敢若变哪有咧？是，等一个就是有咱的图啦，内底拢是俗语，几个字的先甲你讲，大概几个字，互你记。好，来，阮敢若有3题尔。好，咱即摆是秒数偌济？39000就是39秒。39秒，39秒应该无够啦，较加袂起。变69秒，好唔好？69秒，敢若3题尔，若知影就紧诶。一直讲啦，一直讲，讲着不管有吃无吃，一直讲吼。好，来，秒数愈济愈好哦。好，来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10个字哦，2个人。嘿，一个是像，一个像。伊咧徛咧乌帮头前，所以伊应该是什么？中原。嘿，中原是对的。无中原什么？有，来讲啊。拢总39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回去咧？知影就紧诶，一直讲啦，一直讲，讲着不管有吃无吃，一直讲吼。好，来，秒数愈济愈好哦。好，来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头一题。来6个字。来讲啊。卡层后美像，卡层后美像，迄个查甫啥？你想，妹，你走开，你卡住了。红的，好健康。袂歹哦。嘿，卡层后美红地，美什么人多？他多咱的工作人员炸掉的啦。好，来看秒数。来，今嘛54秒了哟。袂歹哦，我们不能骄傲。嘿，莫骄傲。好，来第2题啊。来。来哦，来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10个字哦，2个人。嘿，一个是像，一个像。一个是白水珠的。无，伊咧徛咧乌帮头前，所以伊应该是什么？中原。嘿，中原是对的。乌帮头前迄应该是啥？学校内底老师。对。老师。无中原什么？有。来讲啊。有中原。下星，有中原下星，无中原生星。这个，你好厉害，你就厉害。你够强诶！结果，我见咱用秒数的加这嘛袂歹。我比伊较紧张咧。不过袂歹哦，较像影，因为这咱拢无安尼讲过，有中原学生，无中原先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讲吼，老师真高教。但是老师教出来学生百种，有可能这学生最厉害，但是无一定伊的老师就一定最厉害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有中原学生无一定有中原老师啦。是，好来看一个哦。够20秒哦，2万块加油哦！加油，上尾一个哦。加油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来，有狗啊。狗啊。还有啥？7个字。对只。对狗。无，低安怎啊？低肥。低无肥。低无肥。嘿，低无肥。什么肥对狗？肥对狗。啊，健康。哦。低无肥。以后咱哪用笔的无哈？用笔较紧的。我感觉用笔的袂歹呢。你有听过吼？肥。有啊。这我有听过。低无肥。低唔肥你狗去。意思讲，譬如讲阿嬷吼，伊听这个查甫孙一般拢是。重男轻女嘛，这个后生呢拢未大个，这查甫孙拢未大个，你看这查甫孙伊是大起来，哎呀，猪唔肥你狗去。有听过。我拢听某无肥你翁去。对啦。好来，即摆上重要看秒数。来，终于有够2秒。2秒偌济？ 2000块。好，咱今日颁奖。
金牌好昂赛来，哎呦！我都超精彩啊！赞！啊，来咱这边的虽然是有演讲啊啥学生啊，不要紧，恁有勇气来，我就感觉真赞啦！希望恁搁通啊报名来参加，加油啊！好，卖艰苦，是，袂当艰苦，咱有信心就好。啊，今日啊，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是，感谢咱的单宏伟单老师。张家有智慧，豆丁变得意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，感谢，很冷哈，紧张哦，我也是很冷啊。来，蛋姐，你上，新梦好，不要时间好，好来。